所以说圣经记载，耶稣基督救我们呐，他用他的宝血啊，他用他的生命呐，所以我们想看看，这不便宜呢，这个妈妈太贵了。原住民说很贵的买，很贵的买，到底多少很贵的买？那叫做无价的。我们现在这样讲，好像是随便讲，就不是的。我们要好好的思想。爱情虽然价值高哈，但生命诚可贵哦。但是贵到多少？用整个世界买不到。这是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。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得到这个救恩呢？不是说哦，我40年前受洗那时候得到的。柬埔寨说阿弟。柬埔寨阿弟就是不是的意思。绝对不是的。是更久以前呐。那么多久呢？来看提摩太后书。提摩太后书。来看第1章。第1章的第9节。1章9节说：神救了我们，以身造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你看，在万古以前呢，来赐给我们的。我们还没有讲出以前就说哦，这个要给长环保，万古以前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如果今天你得到一个礼物，什么时候的作品？300年前，马上有很多的股东的老板说：“哎，你卖给我好不好？”哇，你拥有300年前的东西呀！我要用1000亿把你买下来。那个还是可以算的，1000亿啊。但是这个生命的问题是用钱买不到的。真的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哦，是耶稣基督的怜悯为我们所预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想这个福音的它的尊贵在这里。那不但这个福音的它是很尊贵的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，产生一股很大的力量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章。罗马书来看第1章。第1章的第16节。罗马书1章16节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”你看这里说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只要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被耶稣基督拯救。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前，神的救恩还没有完成之前，魔鬼掌握整个全世界，全世界都握在魔鬼的手下。你看，全世界都握在魔鬼的手下呢。必须要向他拜拜哦，必须要听他的话哦，连我们过去都一样啊。但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已经脱离了魔鬼的辖制，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的神的儿女呀。我们不怕魔鬼了。
这个魔鬼的作为很多哦。你好，你马路阿古马好阿家。罪恶的源头从魔鬼来的。你好，tatapangan nura好nanti ni aku mak。那么害人的源头也从魔鬼来的。你得jangan tamlau hanai tidak aku mak。在越南哈。tidak好越南。我都有去运动的习惯。tidak好比运动啊一些。我住的地方跟我们一样，旁边是公园。比kemaruan mau好，但是那边好公园。我是住在胡志明市的第一郡。tidak好这个胡志明市第一郡哈呢。他们分好几郡呐。那么第一郡是一个中心呐，他们都市的中心呐。第一郡哈呢，好的那个公园相当大。公园好大个。如果把一条的马路的那公园再连起来，也是在另外连起来的时候，比这个4倍大。好，marara ritin kura公园好，spot pain ini。如果白天没空的话，我就晚上运动。他们一直到11点还是有人在运动啊。有一次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也在运动，都是讲越南话。后来呢，有一个讲华语。很稀奇哦。因为我运动的目的就要找人去传福音啊。他是华人。原来听了以后跟他谈，马来西亚人。他这个人很诚实。他说我是怎么样的人。我是信那个日本教什么什么宗教这样子。他说一直念那个符咒啊。就念那南无念这样子哈。南无把长万宝的钱放在我袋子里面，把长万宝的钱拿来过来，这样念呐。长万宝就拿钱给我啊。那是你的钱呐。没有关系，给你呀。你看回去害人呐。那边的女生。我们走路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在念符咒的样子哦。我看见我碰到2个。那我稍微瞄到，我就不理他了。那个嘴巴这样动了。有的男生就跟他们，亲爱的我也不管。然后我住的酒店呐，不是酒店呐。他们说酒店，我们说饭店。饭店一般是3星级就可以了。3星但是我的呢比那客栈好一点点。一个晚上300块台币。那我已经很熟了。但是有一天呢，有一条线呢挂起来，有一颗心。心里。听说到越南很会换符咒。越南好麻烦哎呀，女生符咒。男的时候他就换符咒，那男的一直跟到底啊。说那越南妹很厉害。对不起，这边有越南的，我不是说你哦。你来过越南，你来做个顺算。那我就知道了。我这一间有换符咒。没有关系，泰国人说卖冬瓜。我说泰国好卖冬瓜，把在冬瓜上给他。不是卖冬瓜是不要怕的意思。不要怕。泰国说不要怕就卖冬瓜。真的叫卖冬瓜哦，很简单的泰国，不要怕就卖冬瓜。卖冬瓜噻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又在祷告嘛。没有办法，魔鬼没有办法欺负我们的。这是我们要感谢的地方啊。柬埔寨有一个弟兄叫陈立新。柬埔寨叫陈立新。他的姐姐是天主教。家里有养一只狗。然后很爱叫。那么对面的说要控制你的狗了。一直骂他们呐。所以说这狗呢，把它卖掉还是送给别人？还是放在锅子里面？那就没事了。他喜欢养狗啊。人家这个行法术啊。结果呢？
那个观念一直来说，你赶快到日本桥。우리가 하루 동안 매일 하고 가리킨 데라더라日本桥。为什么叫日本桥呢？从金边市柬埔寨金边市要往吴哥窟，第一个桥那个大的桥就日本人做的。在金边的吴哥寺好的日本桥是不啦？你们知道吴哥窟吗？很好玩的地方哦，要去哦。吴哥窟好，哎呀，比较慢。那个桥叫日本桥。好日本桥。底下那个河叫做洞里萨河。是从那个吴哥那边流下来的。很大很大的河，在过去那边是湄公河啊。所以那座桥，日本桥，那座桥呢？日本桥很多人跳河自杀。划龙船的时候，新加坡的那个优秀的青年也在那边，不是自杀的，被那个水卷到里面死的。新加坡那是划龙船比赛好了，他们游到那，划到那，被卷走死掉了。所以，那个陈立信弟兄他的大姐，一直有一个观念说，你去日本桥跳死这样啊。那么日子呢很难过啊。那么以后可能陈立信也给他勉励，结果呢也。这个脱离这样痛苦。感谢主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只要是我们存着敬畏的心，别人要陷害我们没有办法的。我们已经不在魔鬼的手下，他不能来欺负我们的。魔鬼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跟在耶稣的后面。因为圣经记载，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魔鬼看到我们的米拉六啊，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耶稣抓得紧紧，跟着紧紧。无论出国到哪里，无论到什么地方，跟随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平平安安的。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好处啊。还有福音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？我这讲解给他听就好，因为时间过得很快我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人出入住，什么时候遇到危险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每一个人规划出去就是平安顺利、稳坦呢，一定赚到的。绝对没有说我到那边会碰到电线杆。到那边呢我会跌倒。到那边呢我的轮胎会被那铁钉刺破。我工作时会从房子掉下来，没有的。我们规划统统很平安顺利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提心吊胆，家里点的稍微慢回来，就听到那叽啾叽啾咦呦咦呦，可能是我们家里的人，因为时间到了还没有回来呀。但是我们不要怕，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他就给我们平安了。还有我们在病患当中，那怎么办？是谁没有生病呢？但是我们还是卖冬瓜。生病是会的，要吃药也可以。我们要懂得感谢。我一直吃药不好怎么办？耶稣是最大的医生。你看我身体好好的现在。其实我以前很多病啊。我最严重的病就是胃病。北区的七五折黄鸡店传道，
你的好北区的支付这环境店电动车。跟我实习的时候，你的好米之黑。我都带苏打饼干。你的好米好几都要苏打饼干。他都说我是苏打饼干传道。你的好说苏打饼干传道者。因为我出去肚子痛。咱们好马萨拉胃痛，很受不了。这个尤其后来配到那个基隆的征兵的时候，在征兵名单队，哇，更紧张。好紧张。因为那是我们的教召李义昌执事。咱们好，这叫李义昌执事。出来家吼，拢一定爱讲好多话，爱讲平地话、台湾话。对你好，做个哎呀所以感谢的，我在征兵吼，在那边是训练出来的。因为我们的教务很爱我。要求很高。我讲到一下来，他马上说过来，坐下。刚才你怎么讲的？我们这边的负责人很好。我并说李义昌。